喺屋企每日坐15分鐘就可以完成院線級嘅修復。生完2個 BB，打個乞嗤，下面就好容易漏尿，真係好尷尬，但係又好崩潰。咁生過嘅媽咪都知啦，盆底肌鬆弛唔單止會影響我哋嘅日常健康，仲加會影響我哋嘅夫妻生活。海底運動唔係未試過，練咗幾日一啲都堅持唔到。都去過醫院修復，好嘥時間啦，而且一個療程要幾皮嘢，邊捨得啫？咁直到有 friend 推介我用呢張 Juicy 修復墊啦，喺屋企每日坐15分鐘就可以完成院線級嘅修復，而且唔使跑嚟跑去咁麻煩。佢係屬於院線級 EMS 嘅電流技術，用緊嗰陣呢就好似啲肌肉喺度戚住。咁佢係可以幫我哋激活核心嘅盆底肌群去做收縮運動，從而幫到我哋修復鬆弛嘅盆底肌。坐住就可以自動幫我哋做海格爾運動啦。修復盆底肌就係咁簡單，成部機都防水，沖涼用都得。無論生完幾耐都可以 keep 住用佢。用咗佢之後，依家打乞嗤都唔怕啦，連劇烈運動都唔使擔心漏尿。咁之前其實我都有返過醫院去 double check，醫生都話我而家嘅狀態其實同未生之前差唔多㗎。咁生 BB 對於女性嘅身體機能損傷其實好大㗎。咁我嘅分享呢係希望可以幫到更多媽咪擺脫盆底肌鬆弛問題。